喂，阿米法啊？哦，来伫半路的风了。哦，阿燕姨啊，当然有啊。阿米法问讲，有空好来无吧？有啦，哎哦，几网台叫网配哦，就放伊来等的呢。哦，有听到吼？佢讲啊，佢听到跳暗步的唔啥物嘅水呢。就像人嘅聲一樣誒。好啦，好，等下見面再講哦，哈，拜拜。哪位頭家就會到的哦，哈，注意下哦。哪位頭家鳥出了？驚怕去巡查啦。阿爸，哪位頭家巡查的啦？只靠叫倒位啦。好啦，那要小時較行倒位啊。這裡。哦，阿爸，大屁龍啊！蠻對你鬧我，當初呢？實在很不人很不吉咯。吉啦，叫老粗們大口來啦。哇，粉樣哦！哇，油头发很僵哦。阿寇爺，啊，伊阿婆去變丑。哪位頭家？出來啊！我去看伊個朋友啦。哇，一天來都會煩呢。落雪嘞！係呢，係5月線呢。哇！落雪嘞！落雪嘞！阿姨婆，你朋友喺哪呢？我看到班上你呢。阿姨婆，你喺哪呢？阿姨婆，你喺哪啦？阿姨婆，哦，谁来呢？阿公云，你又要ไป啲呀呢？我嚟娘有同志啊，有同志，唔看呐，我娘冇會舉辦南美了。啊，娘呀，我做冇嘅呢。哦，我拿來斬桐油啊，安尼哦，就有好點油站貨，
喺哪起買咩有錢好落胎啊？哦，嚇，唔對哦，好，捱半點唔好咧。啊，唔是啦，你有看到阿姨婆冇啊？佢又唔係生人咧，唔會跌停啊。乜人講唔會？人哦，從條咩前見唔到。啊，太熱咩咩唔見踢咯。佢就有樣喊飛起咧。萬元多呀！係呀，我用緊實習好啦。人仔過來批啲錢款啊！拜託啊啦！拜託，你同我聽吹下咧，人家有嘅獎牌打走咧，真推唔得咧！拜託，老夫想向自己主角拿來本牙好嘛？生日會同音樂係幾多條呢？耶！好啲咯，好啲一條來到呀！就講看唔到班扎換掉音樂，嘅藝術天才會使到邊冇開講呢？嚇，冇係，係啲嘅人愛落去水掉度啊！暗自死哦！啊，係嗱，我一條我前面咧攞阿伯婆嘅條南冇短短嘅，睇佢嘅邊係高一些些咧？冇係，有看到嘛？冇呢？啊，冇日條哦，呢些導航之前看啊，嘅導航哦，有一條當睇條當真嘅搖桐樹，睇講哦，嘅馬嘅焦點，是的，睇奶呢？就啲雞片啊！是的。日日都有錢行了。真係了哦。拜託咧，糟糕！哎呦，我變態啦！唔記用誒，掉起來哦，同啲鴨寶很衝啊！唔係，行慢啲位啦，哎呦！哇！有行動嘅啦！有條糖豆娘瀟灑，都悄悄過來耶！有條都係聽送豬排嘅呢，很知啊！豬排嘅甜筒誒！哇，很夾，很好搞哦！哇！哇，很大條嘅樹誒呢！哦，還有彩色嘅條嘅呢。鴨寶係個，我以前嘅條千大條嘅老搖桐樹呢，天才嘅丫頭，唔好吵啦。哇，很大呢！丫頭樹誒，唔會停動呢，咁樣講啊。哦。很牛，很牛，人家講牛啦！
要通到無？希曼人啊，也加出來啊！希捱呀，有得好啊！捱希有讀書嘅經理呢？你個書經理呢？捱做出啲，也得做乜嘅我來請捱哦？嚇？唔知。我嗌來同一條聽前一條嘅阿姨婆起舞啊！錯噶！呀，有哈斯里的位呢？面試嗌是要怕冇才跳同一條聽書呢？用嘅講呢？一條課呢，也下半大後愛開發嘅時期啊，不過嗌冇才跳開發。因為安尼呢？因為我嘅青菜豬變態了啦！